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6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前一阵子江西一名男子为跨省转运重病的孩子，遭遇800公里路程收费28000人民币的天价救护车。就这个事情，这个前几天这个频繁的上热搜引发舆论的关注。今天咱们聊一聊叫天价救护车。一趟从江西到上海近800公里路程的救护车转运，竟要价近3万元。这张令人咋舌的天价账单迅速在中国引爆围绕民营救护车收费乱象的舆论风暴。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江西唐姓男子6月16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控诉，今年4月他身患重病的儿子在江西省儿童医院治疗期间病情恶化，医生建议转往上海就医。当救护车抵达时，司机直接开出28000的一口价。唐先生回忆母亲曾追问收费依据，但司机拒绝回应。考虑到病情危急，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当场通过微信向司机的私人账户转了14000元预付款，也就是付一半的定金抵达上海后再补齐尾款，全程对方均未提供收据和发票。然而唐先生事后查询发现，这辆救护车并非来自江西省儿童医院，而是隶属于南昌赣医院，这让唐先生对救护车开天价的合法性产生质疑，随即向江西省卫健委投诉。事件曝光后，迅速引发舆论哗然，不少网民质疑800公里收费近3万元是否合理？为何要通过私人账户收款？为何拒绝开发票？种种行为无疑都说明是在趁火打劫。更令网民愤慨的是，南昌紧急救援中心披露的数据显示，按照现行标准，从南昌到上海的救护车转运费为11000元。这意味着唐先生叫到的救护车开出的价格是公立医院价格的2.5倍还要多。这网上大家都是群情激愤黑心的这个救护车，黑心医院。但是还没2天，舆论又翻车了，发生了转变。2天后江西省卫健委在6月18日晚发出了一纸通报，让舆论风向彻底反转。这个通报披露了几个关键信息。首先，转院决定是由患者家属主动向医院提出的。其次，28000的转运费用是救护车司机与家属协商后确定的。更关键的是家属在事后他没有说也就是这个救护车从南昌到上海途中而江西省儿童医院派出了2名专业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携带包括叫体外膜肺氧合，也就是什么 ECMO 在内的重症抢救设备。途中患儿病情一度急转直下，医护人员紧急启用设备实施抢救。也就是说这一场转运实际上是一场高风险的移动 ICU 行动，就是把 ICU 病房对吧，这在车上从南昌儿童医院给他送到上海。最终救护车在长途跋涉10小时，横跨800公里后安全抵达上海，患儿成功脱险。这个有专业人士指出说，若考虑 ECMO 的高昂成本与随车医护的投入，近3万元的费用并非毫无依据。更何况此次出动的是民营救护车，是公立医院无力应对下临危受命。真要说是天价救护车，那也是稀缺资源遇上了特殊情况。在很多网民看来医院和救护车团队在孩子命悬一线之际提供关键救援，家属当时也接受了报价。如今孩子获救后却回过头来投诉收费不透明，难免让人质疑动机，有点那个什么农夫与蛇的那个意思过河拆桥，甚至说他借病敛财，这种指责接踵而来。我也看了一下，网上有很多这个就是曝光这个孩子的情况，以及这个唐先生他的工作单位他的这个家庭情况被网友刨了个底朝天。这信息真真假假，这网上非常多。也就是说
这个唐先生和他家人甚至遭到了网暴啊，指责他过河拆桥啊。但是同时啊，也有声音认为啊，对普通家庭而言，28000并非小数目，要求清晰的收费明细与正规票据是正当且合理的维权诉求，也就是也不过分。毕竟28000不是个小数字啊，这28000花在什么地方，对吧？人家要你提供发票，这个似乎也合理。随着事件的发酵，舆论也迅速走向极端，部分激进的网民开始对唐先生进行人肉搜索，甚至通过电话和短信对其家人进行骚扰，迫使唐先生报警。最终啊，江西省卫健委通报，经调查，南昌赣医医院确实存在收费不合理的问题，已责令医院退还相关费用，并暂停其医疗转运服务，后续将进一步调查处理。然而这一次处理啊，这个结果啊，却让很多网民啊以及很多医护人员感到愤愤不平。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高风险中完成护送，却深陷舆论风波，被质疑、被惩处。也就是很多网友说啊，以后还有哪个司机、哪个救护车敢接这样危重转运？换种说法就是，唐先生啊，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会导致以后更多的儿童啊，这种需要转院的啊，危重这个病情的儿童，他转不了院，人家不敢送。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啊，他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中国民营救护车天价转运的罗生门》，孰是孰非，对吧？众说纷纭呐，各执一词。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民营救护车，他的文章说啊，在中国啊，公立医院的120急救系统受限于属地管理，难以承担跨省转运任务。也就是公立医院的这个120啊，它只能在本地跑，从这个省跑到那个省，这就不是公立医院的这个120的任务，它没这个职能。另外啊，公立救护车数量本身就稀缺，难以满足现实的庞大需求。一旦患者需紧急转院的外省，医生通常只能联系外部医院协助。自中国推动非急救转运社会化以来，民营救护车市场迅速扩张，但监管明显滞后，从设备配置、人员资质到收费标准，至今都缺乏统一规范，导致这个日益庞大的市场良莠不齐，黑救护车乱象频发。这还是监管的问题啊！有私立医院从业者就曾直言，涂装面包车加氧气瓶就能接单，重症设备全靠口头承诺。以此次涉事救护车为例， ECMO 单次开机成本高达4万元，且需配备至少2名重症专科医生，呼吸机使用也需医生全程监控。有业内人士估算啊，若计入这些设备和人力成本，28000元的费用看似比公立医院报价溢价154%，但实际价差或许并未明显超出合理区间。但问题在于，这些转运服务至今没有统一透明的成本核算体系，而在生死时速与服务稀缺的双重压力下，患者家属往往别无选择，只能被动接受对方报出的一口价。事后若想追问收费是否合理，往往又会变成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罗生门。各执一词啊，都似乎很有道理。客观来说啊，民营救护车并非全是牟利的黑救护车，在公立资源紧张、供需失衡的现实下，这些民营救护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需求空缺，但监管缺位也让这一行业极易沦为利益链条上滋生的温床。由于跨省转运涉及多个地方的医疗与行政体系，地方规章往往难以跨省执法，使得转运车辆得以在省际之间监管盲区畅通无阻。过去几年来啊，民营救护车确实闯了不少祸，天价转运费、不合理改装、异地拉黑活等乱象层出不穷。例如在2022年，河南一名男子被发现曾3次搭乘救护车前往隔壁市购买毒品，因为救护车从未被卡口拦查，几乎畅通无阻。今年5月份呢，海南一辆民营救护车在西藏鸣笛一路开道，结果只为让车上游客下车拍照，就是把救护车当做这个旅游车来用。这都是民营医院的民营救护车的这个乱象啊，滥用这个救护车的特权，大家都得给他让道啊。
这些荒谬的案例暴露出的是监管滞后的现实下，民营救护车转运用市场中滋生出的乱象，打着救人的旗号从事牟利的生意。但是如今啊，这起江西的转运事件并非同类。这次涉事救护车在关键的时刻完成了高风险长途转运任务，为患儿争取了抢救时间，最终挽救了一条生命。事件中的家属谭先生受访时也强调，他对医生与医护团队心怀感激，从未有过河拆桥或背刺的用意。他所关心的是这趟转运收费是否合理，费用为何转入私人账户，为什么始终未能获得一张正式发票？在当前监管不明、定价混乱所造成的信任真空中，这些质疑并非无的放矢。联合早报说面对难解的信任危机，一味将矛头指向服务提供方，或让患者家庭独自承担所有风险与成本，甚至用道德帽子发起人肉搜索、舆论围攻，不仅无助于化解这道信任难题，恐怕还能激化舆论情绪，错失推动民营救护车市场回归救人本分的契机。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这个评论似乎还是比较公允的，所以我也来谈一谈这个天价救护车这个现象因为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关注到了，但是我没有去谈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谈起来都是伤疤呀。就是说，你可以把矛头对准唐先生，你也可以把矛头对准这个天价救护车，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个罗生门，就是都有道理。你要想对吧，指责这个唐先生过河拆桥，但确实你这800公里28000的费用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这个谭先生他这个孩子病重这个大家也知道就这么抢救治疗他们家里肯定是难以负担，很有可能是负债累累，对吧？亲戚朋友的钱都借完了，还有募捐，对吧？学校还有这个什么水滴筹搞了募捐，所以他对钱很敏感，对吧？28000，关键的关键，你还没有发票，没有发票就意味着这个钱他肯定没有办法报销，就1毛钱也报不了，10%、20%、50%，反正你都报不了，因为这个钱没有票如果有发票的话，或许走那个医疗保险这个还能报个3瓜2枣的。所以说你能说这个民营救护车它没问题吗？我觉得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反过来说唐先生呢，他有问题吗？我觉得他也有问题，对吧？他的问题就是涉嫌过河拆桥，对吧？首先你的孩子病重，在医生的建议下他选择到上海去转院，那么因为他非常病重那就需要这叫 ECMO。 这个 ECMO 这玩意这咱们按常理来说大家都不了解这什么东西，但是经过这个3年的口罩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就是一旦开了那就是那个钱呢，就是烧钱的机器这是我的印象这个太专业的东西咱也说不了，就是简单的理解，它就是好像是在你这个在患者的体外搞了一个肺，心肺吧，用这个肺来替代患者的肺，应该这么理解。所以说那个口罩期间嘛，这玩意就是特别的这个叫什么资源紧缺，完了还死贵。你作为家属对吧，当时情况紧急，你跟人家商议，你同意了这个价格，而且我能想象就是家属他是接触不到这个资源的，他恐怕也是通过医生或者是护士，对吧？因为要转院呢，那没有救护车怎么办？那人家医生或者护士恐怕给他介绍的，因为他们之间恐怕有业务往来但是这个需要你家属跟人家谈，因为这个跟医院没关系了。那家属跟人家谈，已经谈成了28000，可以，对吧？然后你孩子安全的送到了上海，然后也转危为安，现在治好了，你回头你也跟人家算账，这个你多多少少都有叫过河拆桥，所以这个事情你很难评价。这个联合早报对吧，他把矛头指向监管，指向这个对吧，这个行业如何完善，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比较公道的。跨省转运这个目前是个模糊地带，对吧？那这个卫健委怎么样去把它完善起来，对吧？让这个价格更加透明，让这个医疗救护还是回归到它原有的本来的，对吧？救死扶伤的这么一个功能上。当然了，不能说一点钱都不赚，也要让人家有合理的利润。如果没有合理的利润，谁会愿意参与呢？对吧？资本家也不愿意参与，那没有人参与，那也就没有办法提供这服务，没有办法提供服务，倒霉的还是患者所以说必须要有合理的利润，但为什么要合理呢？所以说你就不能出现天价，不能超出这个普通的范围。所以我认为你批评这个唐先生似乎也可以，然后你批评这个天价救护车这个民营医院似乎也可以，但是他们也有可以谅解、可以理解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吧？我去年还是前年吧，这个有一个女的在西藏好像也遇到什么车祸吧，还
是高反车祸，然后在西藏当地还治不了，最后啊用飞机。好像把他什么先到成都，然后从成都运回上海，好像那个事情搞了一个非常大的舆论风波。哎，那个时候大家把矛头对准的是你居然可以调用飞机，而且还有这个当地的警察为他什么开道。我有印象啊，完了警察护送，一路绿灯等等啊，特权说他是谁谁的后代，各种传言网暴。这事后到底怎么着，好像也不了了之啊。但是人家这个媒体报道啊，他还是花了钱，就是民航有这个服务，对吧？你有钱。你可以包架飞机，飞机上也给你配上这个急救设备，还有医生，就是说，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特权的，你有钱就行。你看看这个天价救护车一样的道理嘛，你只要有钱，你能买到这样的服务，只不过是买到服务之后，你也觉得亏，太贵了，反手把人举报了。最后你看啊，有关部门的处理就是责令他退费，天价这个救护车的钱给人退了，这个让人心寒啊！你这么干，把很多这个患者以后啊，这个获救之路给堵死了，谁敢转运呢？到时候你当时都答应好好的啊，2万块、1万块，对吧？你这个是孩子病治好了，万幸啊！有的转运过去，孩子对吧，没有得到这个良好的这个治疗效果，那人家不是更得去告吗？所以这么做也不地道啊。这里我要说一说啊，我在加拿大的亲身经历。我跟一个朋友啊，几个人呢去那个美国、加拿大去玩，就是美加那个边境不有个那个大瀑布嘛，对吧？瀑布这边是美国，那边就是加拿大，那不是可以坐在船上对吧？就靠近那个瀑布，近距离的去参观对吧？欣赏那个瀑布。结果我那个朋友啊，他就站在船头，不是每个人发个雨衣吗？他好像他也没披，就大概瀑布那个水汽啊，这个凉了他的胃。但当然这个是起因啊。好，晚上到了这个加拿大住酒店啊，他就开始胃疼、肚子疼，疼的就在床上都躺不住啊，滚到地上。然后我们赶紧给医院给那个酒店打电话，哎，酒店也很负责任，一上来一看，先这个给他急救啊，就给他紧急处理，马上就打那个就是什么999还是什么，就是救护车啊。过了一会儿来了2个急救人员，到了酒店啊，到了房间，他那个打扮就让我吓一跳。一般的急救人员的医护人员啊，他穿个白大褂什么的之类的，对不对？他穿的好像是个消防人员的衣服，类似于消防员的啊，就是那种。反正不是白大褂，他们是骑自行车来的。哎，我们说救护车呢？他说救护车在后面，救护车是第2波，他们是先头部队。先头部队是骑自行车来，就是担心堵车啊。来了之后就现在是急救、紧急处理。紧急处理他也没什么好处理的啊，就是给他止疼什么乱七八糟的，还得给他送到医院。然后过了大概10分钟吧，救护车才到，然后把他送上救护车，然后救护车就拉到隔壁，好像也就一2公里吧，反正不远，一个医院。到了医院啊，那个好像是个墨西哥的医生，上来就给他打那个叫什么杜冷丁还是什么，反正止疼的，给他来了一针，哎，他就不疼了，然后给他吊水，好像是这样子吧，这个晚上折腾一晚上就好了。哎，就这么一折腾啊，一共是花了9000多，将近1万吧。那这么说不更天价了吗？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非常紧急，看他那么痛苦，你知道吧，在地上滚来滚去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对吧？就想快点把他送到医院，越快越好。所以说理解那个病人当时的心情啊，就是或者家属啊。我看网上啊，后来开始网暴这个谭先生，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怀疑他敛财，怀疑他就是对吧，家里有钱不掏，然后去那个水滴筹上去募捐呐、等等啊，就靠生病赚钱这些，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了。所以说这个天价救护车这个事情不太好评价，对吧？说这个事情得怪谁，最终还是咱们这个体制啊机制不完善，对吧？医疗资源不平衡，对吧？那优质的医疗资源不是在北京就是在上海，所以这些孩子对吧，或者这些病人一有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去北京去上海，去北京去上海那个医疗资源也非常稀缺啊，对吧？你挂号都不一定挂得上，又有好多矛盾。所以说来说去就是医疗资源对吧，发展不平衡，对吧？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制度不完善，包括报销对吧？你在本地报的多，你到上海、北京报的又少，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不是都合理？有些病还只能北京、上海看，对吧？你在当地3甲医院就看不了啊。这些说白了都是我们的医疗资源呢，叫结构性矛盾。我在北京啊也用过2次救护车，应该是2次啊。就我的印象里面啊，就是北京的那个救护车当然是公立的啊，120。我的印象中，这个北京的救护车好像比那个出租车那价格稍微贵一点。比如说你从家里打车到那医院是100块钱，就我的印象里面那个救护车好像就150，
大概是这么一个价格，也就是公立的啊，它还是不算太贵啊。但是北京发生过什么个事呢？就是以前媒体报道啊，就是这些救护车啊，他把病人往那个一些莆田医院去拉，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哎，这样他们恐怕有好处，每拉一个病人过去，他们有提成或者他们有奖金。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说，就是但医疗啊跟这个钱挂钩，对吧？这里面就是乱象就出来了。但是你说如果医疗跟钱又不挂钩，这些医疗从业者，对吧？卫生领域的人都不赚钱，那谁去干呢？所以这里面又涉及到平衡的问题，对吧？但在当今这个社会啊，你一味的强调医护人员、医生、医院，对吧？它是叫治病救人，而忽略他们的利益，这个也不是个好办法啊，反而会压制这个卫生领域啊、医疗行业的发展。也就是不能一味的强调啊，这个医疗行业的人去无私奉献。那医疗行业的人买房，他不也得花钱吗？对吧？他按揭贷款，那他也不能说你国家说你是医生，那你买房子你按揭贷款利息就低一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来说去啊，还是这个医疗行业，对吧？怎么样完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